咱再来看联合国气候峰会，承诺讲会豆豆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。国内的环保团体嘛呼吁讲，政府的四大基金无应该佮继续来投资高碳排的产业。环保团体是指出讲，四大基金的前10大投资至少有70%的资金拢有投资相关的产业。走向净零碳排，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8答应要用公正照步来的方式，慢慢排除化石燃料。环境正义基金会检查政府四大基金，包含邮政资金、劳退基金、劳保基金、甲退付基金，敢有摕人民的资产投资高碳排产业。结果发现，除了无公布邮政资金，伫咧2022年底，其他基金前10大国内投资标的当中。高碳排产业项目拢有占7%至9%。那我们用这样的数据来去计算了它的碳足迹，那发现说退辅基金是其中的碳足迹最高的。环团指出，高碳排产业包含能源、石化、钢铁、水泥、纺织、电子。不过嘛，坦白讲，这个数据无法度统合出四大基金实际投资的现况，呼吁管理单位公布高碳投资项目甲退场的基程，并不是要主管机关今天就撤出化石燃料，不是。我们知道这个会对金融体系造成很大的动荡，去提出例如像这样子的时程表是重要的，是负责任的行为。劳动部表示，前10大持股并无投资化石燃料，不过投资的资料有机密性，全部公布有困难。劳动基金因为规模非常的庞大，我们的动向向来为市场所关注哦，所以全部揭露可能会有这个各自解读，但是也有可能被追踪哈，会影响到我们的投资的这个收益，甚至影响到劳工的权益哦。中华邮政嘛讲，全部公布有困难。手头高碳投资项目是过去投资的，退场需要时间。环团强调，四大基金无应该用人民的资产到用资高碳排产业，遐差天花岛，应该加增加气候相关的投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